4億2，4億2千，4億2，4億2千，4億5千萬，而家委託呢邊4億5千萬，仲加唔加？4億5千萬，加1000，加1000，加1000蚊啊！加1000萬，1000萬，1000萬，好，4億6千萬，4億6千萬，喺呢位先生啊，4億6千萬，委託呢邊，係你俾個指示我得㗎啦，5億，5億，而家幫你5億，你再加唔加多1000萬？5億，5億，嗱，5億。好，現在388號去到5億2千萬，5億2千萬係另一個委託嚟咗嘅，5億2千萬，點樣？368，5億4千萬，而家加到5億4千萬，5億4千萬。5億4千萬，另外呢個委託係點樣？仲加唔加落去？5億6千萬，現場仲有冇加嘅？5億6千萬，5億6千萬，5億6千萬，5億8千萬，係398，而家加咗個398入咗嚟啦，5億6億啊！而家嗌到6億，6億，呢邊仲加唔加？6億2千萬，點樣？6億2千萬，6億4千萬，而家加到6億4，點樣？6億5千加多1000萬，而家6億5千萬係398嘅，6億5千萬，做點樣？哦，呢個先犀利，250而家加到6億6千萬，係250號，6億5千萬，6億5千萬。你哋仲加唔加？其他嘅委託仲有冇加嘅？而家250號係加到6億6，6億6，6億6第一次，6億6第二次，6億6第三次，謝謝。